再来看北检侦办超市进口两个案件，包括前农业部长陈吉仲、现任的部长陈俊贵，和中央特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，早起同意被告的身份约谈。那今天被告身份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？农业部长陈俊贵2出现伫地检署，以被告的身份去互约谈。前任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嘛伫同一天去互检方传唤到庭。有没有想要先说的？有没有准备什么？同款是被告的身份，陈吉仲加入去北检，全程拢无讲话。除了有前后任的部长，这批新闻的名单内底，中央特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嘛包括在内。董事长，你会觉得很委屈吗？当时采购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伫新闻进前，林聪贤是笑笑啊，北检大动作侦办，都是超市进口案，3个前任甲现任的官员，面对国内前2年欠论的问题，以专案进口鸡卵，叫在野党压出来讲，那像涉及道理等等的罪嫌。拍什么拍了？好烦啊！都澄清一下，家人不想被拍到。有什么好澄清的？伫1个月前，北检早就有动作，包括超市负责人金虎桥、中央特产会前执行长陈忠兴，几个人向约谈，信后请回或者是交保。今嘛北检搁再有动作，要调查专案敢是有涉及备案，采购的过程敢有问题，还有超市去互控诉讲公司登记进前都已经甲专案包起来，还有漏交报关税等等，拢是检方锁落来持续要厘清的疑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